北凉与你关系最差的一个，怎么会是他？我来这里，不是为徐凤年，只是为义母复仇。想办法杀出重围，不必等我，先去驻地。北凉从阵！就这些人，远远不够。大师傅小心！没想到，到最后竟是夫妻相赠。谁与你夫妻？
天灾，就要毁在今天了。广寒，刀没丢吧？贼见秦王，两袖青蛇。过天门者，则可凌驾人神。可我偏偏不服，不服天道能定人神，命运无法抗争；不服人法胜天，我天人便是仙神。有我手中剑，展开天门。现在你明白什么是一剑开天门了？斩去天命，斩去家法，这念头才是一剑开天门的魂魄所在。给我开天门！凤年，还是不用多此一举。凤年，哥，去死吧！大黄金。
加上李前辈借了一件。借一件，下次打开盒子，用两袖青蛇的心法，可以用1次飞剑。若不是李淳刚，加上邓太阿剑意，仅凭这一剑，你们杀不了我。当年围攻我娘的还有谁？大师傅，我爹不愿见我吗？他想不想见你并不重要，你想要的就该自己去争，哪怕万劫不复，也要为自己闯出一线生机。我该怎么争？我教你。徐凤年，你生来就是徐家的嫡子，一切天生就该是你的，而我却要拼尽一切，才能看到一丝机会。我明白，你应该非常恨我。我不恨你，我也不认命，但我要试着改变它。哪怕这改变把我带到今天，带到现在，我都不后悔。即使你也一样，也是你，在不可能中找到了一丝复仇的希望。徐凤年，你很了不起。但我从没想过为了一己之私，挑起天下战乱。赵凯，你的下场皆源于此。我输的不远，徐凤年，你比我强。
别再掉了。顾大将军托我祷告谢意，我们的合作到此结束了。希望下次不是战场相逢。这应该是最后一次与你合作。谁知道呢？哼！回北凉。凤年，我有种感觉，他永远不会承认你是北凉王。跟我回家。我们必须回到原处。如果现在跟你回到北凉，就等于是昭告天下，是我们杀了韩雕4和赵凯。等你成为北凉王，就能接我们回家了。好好练刀，别丢了徐家的脸。这，申发给你留着。等我回了北凉，我得再去一次北邙。剩下凶手的线索就藏在那边土地上。等我完成真正的复仇，我就回来接你们回家。多谢。我走了。去哪儿？好几本书没看，我得赶回听朝廷。北凉再见。
如果要去北莽，我得学会自己使出飞剑才行。没感觉到邓太阿留下的剑心吗？哪有那么容易啊？不过这些可以先不用考虑。也许前程未卜，但不管未来的旅程走向何方，只需记住一点：北凉在等我们回家。这单好了。给。好吃。小花，你做的酸菜怎么这么好吃？就是吧。每次都是白菜，要不下回我们换个菜试试？我只会腌白菜。已经很厉害了。天天就知道吃。不是说找徐凤年的麻烦吗？他身边那位老前辈太强，恐怕搞不过。去一次就吓着了。反正有人想办法。我急什么呀？阁下是哪位？出去。为何不出剑？阁下难道没听说过，若心中有剑，草木泥石皆可为剑的道理吗？没听说过。
浪费了。剑就是剑，草木就是草木，无知者才混为一谈。出剑！不急，剑未出鞘，才最有危险。这丫头是你的剑士？不只是剑士，还做的一手好酸菜。吴家剑种算是有福，这一代出了2位天才剑客。你还打不打了？不用了。这架打的，是不是有点莫名其妙？吴家这2个小鬼不错，有资格出手。是你。你又有机会了。明日午后，徐凤年会出现在城外芦苇荡，到时这位前辈会与你一起出手。这位是？我是王明银，天下高手排名第11名的王明银。王明银也在襄樊城。是的，有人把消息送到客栈，小二转递的。谁送的？小二说是个姑娘，笑呵呵的，没通姓名就走了。你知道是谁？想不出来。王明银又是哪个？天下高手排名，这一位，常年排在第11。这一般不都是10大高手吗？他不正好排第11吗？那岂不是活得很郁闷？天下这么大，能排到11位的，已经是顶尖人物了。那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他大概是来杀我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和徐家有仇。多大的仇？拿来了吗？靖安王托我物归原主，算是份诚意。这盒子里是家兄王明阳的眼睛。王明阳，这名字这么耳熟呢？他是你们楚国当年的名将。对了，守城第一王明阳。守城第一，当之无愧。当年徐骁率10万兵甲围攻襄樊城，王明阳整整守了3年，襄樊才被攻破。这我听说过。城破之后，王明阳战死，西楚不遇，自此衰亡。所以如今王明银要杀你，是为了给他哥报仇。国战无私仇，战阵厮杀，死生有命。在当年1战之后，我曾说过，终此一生，徐家人不许再入襄樊。徐凤年既然来了，就不用走了。那这眼睛又是怎么回事？王明阳先生临死之前，曾自挖双目，说想要亲眼看看襄樊与楚国未来走向何处。那一战之后，他的尸首被大火烧毁，只剩这一双眼睛留了下来。靖安王一向敬重灵兄，掌管青州之后，也一直有香火供奉灵兄。此次遗体交还王先生，也算是了却心事。他不还我眼睛，我也会杀徐凤年。那自然。徐凤年身边高手众多，更有骑兵保护，在下也会一起出手。凭你，小生不才，也带了些手段。福建红甲。除此之外，靖安王
还会调骑兵参与围剿。明日芦苇荡徐凤年，必死。你知道有人要杀你，还出来闲逛？千雷蒙城怎能不看一看？放心，就算要杀我，也不会是今天，更不会在城里。还是要谨慎小心些为好。狮子，文化，世勋啊！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没见着睡觉呢。啊？哪家公子那儿顺来的衣服呀？还顺2把刀。回头苦主找过来，你别连累我啊！你小子呀，还是这个邋遢样啊，还没扬名立万呢。少废话！你要真有心，衣服扒了，换点酒肉，咱们俩好好吃一顿。寻点酒肉。哪儿过来的？早跟你说了，我是北凉世家子。不信。请用。麻烦你了，弟媳妇儿。温公子，你怕是误会了，我只是个丫鬟。姑娘这般人物，若是丫鬟，太没天理了。他是欺负你，你跟我说，我帮你说说。哎，说真的，你到底为什么来相反？看上个小娘子，那是啥想？又看上了。为什么要加个又字啊？我这次真喜欢。哪次不是？我冷着跟你说。哎，老黄呢？没跟你一块儿啊？老黄没了。死了？死了。老黄啊，好人呐，别人死活我不管，老黄这回我得去看看，来哪儿了？死在东海那边，没坟。嗨，跑那么远干嘛呀？那些年遇上你们俩的时候，老黄整天唠里唠叨的，我真觉得烦。现在不在了，还有点寂寞。是挺寂寞的。干嘛呀？你看你这样，老黄都得觉得丢人。有人来就得有人走，这就是江湖。那个，要是老黄在的话，这鸡腿轮不着我。我也吃不着啊。去他娘老黄，吃他娘的鸡腿！老黄要在呀，鸡屁股都剩不下。喝酒了，记住了，
有人来，就有人走，这就叫江湖。怎么了？哎，那不错，不合适。那什么，你回避一下。不合适，有什么不合适？谁？徐小子，徐小子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刚才有点失礼了。去远点，有动静。找老黄啊，要不要跟我混一路？偶尔吃一顿得了，总这么干太享福了。再说了，冯享福哪有心思练剑了？你可别耽误我练绝世剑法。你那就是自个儿瞎练，哪有什么剑法？哎，你那边一耳宽，你帮我揪点。那是我给自个儿留的。别那么小气行不行？你帮我揪点儿。你就凑合凑合吧。这我怎么凑合呀？舒服了。哎呀，不早了。我也该走了。欠你这顿酒肉，回头遇上再还。去哪儿啊？北莽边境瞧瞧。边境怕是要乱，你悠着点儿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真是北凉世家子啊？可不是吗？甭管你是什么身份，反正我是把你当兄弟了。可不是嘛。乱点好啊。练剑就靠乱，养剑意。好，那我等你早日练就绝世剑法。我将来遇到麻烦，找你挡。欠你顿酒肉，还得给你卖命啊！行了，不跟你婆婆妈妈了，走了。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遇到。江湖说大不大，总会相见的。馒头白呀白，白不过姑娘的手；河尖儿翘呀翘，翘不过小娘眉眼哨。走了。江湖说大不大，总会再见的。馒头白呀白，白不过姑娘的手；河尖儿翘呀翘，翘不过小娘的眉眼哨。唱的都是什么呀？我们自个儿编的小曲儿。世子，这位温公子是您外出游历时候遇到的。是啊，陪我和老黄走过一段。看你好像很看重他。要按李前辈所说，那这些纹路是传送真气。洪家内部篆刻极其复杂，我一时半刻看不透。不需要重造洪家，能不能找到弱点？要是从这个角度看，倒是有几个点可以尝试攻击，或许可以让洪家的行动迟滞一刹那。那就好。世子觉得福将洪家明天还会出现。如果要杀我的话，明天是个好机会。君子不立危墙之下。世子既然知道危险，不如迅速地离开青州，继续东行。走不掉的。我既然让王林泉离开青州，景安王就不会轻易放我走。世子已经有了王爷的风采了，我可不想学他。
魏爷爷，若是明天福将红甲在线，还请魏爷爷劳心应对。哎，我再看看。世子，没必要守夜了。我已经和你说了，你母亲和林家的人和王勃一起离开青州，已经安全了。我知道了。那你还留在襄樊？我的意思是，你不用跟着我。你要赶我走？不是赶。徐骁把你留在我身边，本来就是把你和林家当做筹码。现在人我已经放走了，你没必要留下。你可以去找王勃，他会帮你安顿家人。可是我娘说我已经死了，没有资格姓林了。但毕竟你娘还活着，你没必要留在我身边。我杀过你，我也认过命。这全天下的人都说你们徐家是国贼，可最后给我们林家一条生路的，却是你们父子。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我也不知道我这一生做的这些事情，它有什么意义。但是我答应过你，我会用性命护你周全。就算是我这么失败的人，我也想说话算话一次。我不会走。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不是让宁峨眉先带你离开吗？我干嘛要走？你听我说，明天芦苇荡，祸福难料，让宁峨眉先带你回母山岛，于右为和凤子营都在岛上。你要把我丢在岛上？当然不是，让你先行离开青州，然后再跟我们会合。那要是不顺利呢？不顺利的话，我估计就死了呗。你可以海阔天空，恢复自由之身。我不走。怎么回事儿？你这是要跟我共患难啊？
如果明天真的到了绝路，我会亲手杀死你。徐凤年，你就算要死，也得死在我手上。好，那也不错。不用要死要活了，有我在，你们谁也死不了。您怎么进来的？什么时候？在你们死死活活说情话的时候。老头，你疯了吧？我说我要杀死他呀！请你个鬼！我这是在放狠话。前辈找我有事儿，陪我出去逛逛。出去逛逛，咱俩。前辈到底是在逛什么？离开北凉前，徐骁求过我一件事。他说，如果事不可为，只要你开口，我就单独带你逃回北凉。我现在问你，要不要逃？其他人呢？我只剩一只手，只救得了你一个人。多谢前辈，我不想逃。你想清楚了，命就一条，死了就没了。我这人命硬。还记得那招一剑仙人跪吗？那怎么可能忘？我一直偷偷带使，但始终无法入门。无意的根本是什么呀？力量、速度、技巧，还有经验。开始是这样，但人力终有穷尽。当武者成就一品，力量、速度都到了人生极限，就要将天地之力融入武学之中。到那时候，心性反而成了关键。你的执念思想会主导功法。人心改变功法？错，是功法源于人心。一剑仙人跪，什么是仙人？求长生，求不凡，生机永驻。这就是仙人本质。什么是生机？草木破土，逆天而生，这就是生机。天道有生有败，要做仙人，就只留生机，斩去衰败枯亡。当年我创这招一剑仙人跪时，心气正傲啊！瞧着那群庸碌之辈，口口声声逆天，他们要逆天，要做仙人。我李纯刚偏不屑与这群废材为伍。我这一剑的真意，
就是要借天道之力威压众神，斩去无能者的脊梁和妄念，让他们知道有我李淳罡在，天下无仙。你小子有了大黄庭啊，基础就够了，再加上你这个骄傲性子，与我当年倒是有几分相似。拿捏好这其中的本意，或许便能入门。那这一剑仙人柜是您最强的招式吗？我随手一剑便是最强。对对对。不过要说最擅长的，那当然是两袖清蛇。等什么呀？等静安王妃。你送那么个破珠子，写的信也如调戏一般。人家堂堂王妃怎么会来芦苇荡见你啊？就算他想来，静安王也不会答应啊。恰恰相反，他或许不想来，但静安王一定会让他来。世子，我已安排了护卫，把于右卫送出了青州，其他凤子营全数归队。清点一下人马。是。凤子营已经和徐凤年会合了。凤子营到了，靖安王的铁骑呢？前辈，再等等吧。
世子，少了3个人，在哪儿少的？出发时人数还对，应该就是在芦苇荡出的事。我带人找他们。先等等，世子，凤子营不能抛弃同伴。不想害更多的人，就听我吧。来了。居然真来了，这算什么？连个护卫都不带，私会吗？你觉得靖安王为什么会让自己最宠爱的王妃单独来见徐凤年？你知道？我也想不明白。能猜到靖安王心思的，恐怕只有徐凤年那小子了。侄儿送给婶婶的珠子呢？怎么没带着？多谢世子好意，守住凤环。这怎么还给退回来了？不喜欢，还请世子见谅。不喜欢就不要了。王叔有什么要交代的？这是他给你的。不能再等，徐凤年就要走了。铁骑怕是到不了了，出手还是暂退？动手。那边人太多了，引开他们。等一下还我，我若战死，替我把他埋在襄樊城外。我们也去了。吴先生，不拔剑吗？竹竿挺好用的。老狐狸。送职千里，就4个字啊。杨叔没说什么别的，他只让我把信交给你，其他未曾多说。或许他知道你要离开青州，这4个字算是为你送行吧。不对不对，这4个字有2层意思，但都不是送行。2层意思？第一层好解释。千里向下，视为九泉。王叔想要送你归西，信已送到，守住凤环，世子请自便，我先告辞了。婶婶下车聊聊。世子请自重。
婶婶觉得自己还走得了吗？婶婶，请下车。世子说吧，想要聊什么？是我们的人，随我救人！等等，还等什么呀？那是北凉子弟。你心神已乱。魏爷，我去追。书修吕钱塘，跟着他。凤子营随行。女人一会儿坐这辆马车。世子究竟要做什么？此地危险，当然是保护婶婶。你胆子挺大呀，拽着王妃的手不放。我说过，徐家人不许再次相反。天下11，王明银。